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条，这个彰化按算成立性专区，民众的看法无同。彰化县部分党派总共15个议员，伫议会来提案，要求县政府来拟定性专区自治条例，互性的产业伫彰化会当合法。若是顺利来完成制定，彰化县将会将做全台湾头一个划设性专区的县市。面对这款的提案，彰化县民有人是乐见其成，但是嘛有人感觉讲败害风俗，教歹囡仔大细。观赏就对啦。彰化安定区豆干厝这小姐捌引起话题，虽然豆干厝已经拆掉去啊，不过这个上古老的行业唔捌小心。彰化县15个不分党派议员要求县政府来定性专区的自治条例，和性产业伫彰化合法化。很多先进国家其实也都有这样专区的设立，我们只是说希望把好的规范、好的条例，然后引进进来。借由这一个自治条例的订定，那我们能够有法可循，自然上面跟我们的疾病控管上面有所帮助。议员认为，若要回避不如集中管理，那咧民众的看法呢？安尼是会用的，有人趁食，搁袂去人吵掉啊？不恰当，怎么失窃？还有这种性的买卖，整个那个风俗啊，什么教歹囡仔大细。社会特殊维护法修正案明定，县市政府定自治条例，规划从事性交易的区域。因为目前国内无一个县市有制定，若是彰化顺利制定出来，将成为全国头一个划设性专区的县市。民意的调查等等，会是比较关键的一个地方，会征询一下我们警察局在这个部分的一个想法。性产业专区一直是有争议的话题，目前县政府正来依照提案进行研究，敢真正有法度立法？恐惊还有一段真长的路要行。